今日看高雄的码头山红乌白蛋本色，有环保团体去检测，所发现讲重金属超标，其中重的量比土白管制标准100倍。环保团体嘛指出讲，台塑化伫台南的麻膏饼石灰已经12档了，拢无处理哦。因呼吁讲应该得爱提悬废弃物清理法的处罚。针对码头山的废弃物，高雄市环保局嘛表示讲，因的检测哦并无超标，嘛已经有要求讲伫9日以前爱清除。环保团体提这个礼盒啊，顶头表示重金属含量，内面装的是对高雄码头山早来敢若被污染的土，交予环境保卫官员，希望因早登去检验码头山伫咧离家互人倒废弃物。环保团体快筛发现几多项重金属的浓度相悬，重的浓度比管制标准悬100倍，甲单拢无清。如果你没有技术的清除，那请问我们在地居民的生活安全，水源下游的人是不是就一直要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？一个台南麻豆的鱼边啊，和台塑化倒3.7万吨的石灰，已经12档啊拢无清。环保团体讲，这寡强基性的废弃物，敢讲要放伫咧鱼边啊内面一世人。12年了，12年了，谁来给我们土地一个正义？为什么这一块不用清？天理何在啊？环团讲，环境部就要赶紧推啥废清法修法，提悬罚金加刑责。这部分我们由现行的刑度的5年，会加重到7年。对码头山的污染，高雄市环保局回应讲，经过严格检验，浓度是比有害事业废弃物的认定标准较低。环团的检测方式会误导民众，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清理，限期于9月21日前完成清理。若届期不清理，将由环保局代为清除，并向行为人求偿。环保局讲，码头山废弃物已经用篷布砍掉的，不过环保团体依然希望启动紧急防护机制，避免污染扩大。因若麻豆鱼边的石灰，环保团体要求污染行为人就要1个月内提出清除处理计划书，若无就要比照废光电帮算便的，一遍罚3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